要去引少年人来做志愿役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要提案修法，把志愿役的津贴增加2万块。讲国民党的版本比国防部的版本加真侪钱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讲，国民党用政治的角度凊彩划价，安尼无好。 就惊两岸紧张，无人想要相战。国家民讲平常时也超过压力，拢互少年仔签落去的勇气是愈来愈少。两岸关系转坏之后，我们确实战争风险增加。你买了非常多的军事武器之后，你终究还是要人来操作。连怎啥人来做兵，钱才是上要紧。国民党团宣布提案修法，志愿役加级加2班，二等兵薪水就会3万6起到5万6。那国防部其实嘛规划志愿役加5000，义务役的部分，那也加码薪水上低的二等兵，比较基本工资有关到2万倍。另外，战斗部队加级，那也提案拢翻倍，统计这预算。 但就要开到440个亿。我们不能够一直用这个政治角度一直竞相加码，任意这样的一个喊价，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形。如果顾立雄部长听不到这些军人的期待，只想要发5000块就打发他们的话， 我觉得只会引起军中更多的埋怨而已。批评国民党政治化价，顾立雄嘛积极在违反权力分立，这也违反这个预算法的精神，大幅的增加这个预算，要先征询行政院的意见。我现在提出的是法案，并不是要编列进特别预算里面。我想顾部长是有一点误会了。委会讲，即马只是提案，和今年预算无关系。我一边是政策二推测，一边是国军这个大家庭攻防两难，才打就要开始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